主耶稣基督保守看顾，互阮日日所用的有剩，互灾厄艰难变正欢喜甲福气，相思恩典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是阮的主，阮要向你恳求。虽然阿宽兄弟早阮跪伫你的家，得到永远的活命，阮也知影有一日会搁再相见面。阮的祈祷还无到遐济边，求你赏赐福气甲智慧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啦，我是要来探访你，歹势，遮尔暗才来搅扰。虽然风甲掠去啊，我会肯定，伊毋是杀人凶手，你就相信我。人伊的性地吼，就是安尼啊。真感谢慧光姑娘。